歡迎大家嚟到世界360。嗱，我哋睇到啦，個立法會議員咧，舊年當選之後咧，其實冇乜人去關心嘅，嚇，冇話好似以前咁熱鬧咁樣，因為以前就有部分係直選啦，咁啊搞到好刺激。咁啊而家我相信就關心嘅人好少啦。咁我哋其中一樣嘢咧，見到就係話咧，點解佢會特別啊？即係會捧呢個呢位江小姐出嚟去做呢個立法會議員咧咁樣。嗱，其實我哋睇翻佢過去啊，立法會議員裏面，我哋講建制派嗰邊咧，佢哋由幾廿年前開始到而家，其實揾到嘅人咧，都冇辦法係一種可以得到社會個共識，大家都可以包容嘅，即係用一個比較二極化嘅睇就話黃藍都覺得佢好貨色咁樣嚇。點解佢始終佢都冇辦法揾到一個咁嘅人出嚟？因為過去嚟計，我哋首先講佢最早期啦，即係呢啲陳婉嫻啊咁嗰類公運出身嘅。OK，佢呢啲係實幹嘅。我相信先撇除佢嗰個政治嘅嗰個立場先啦。我相信佢喺地方做好多工作，有好多我都識得有啲朋友或者啲長者佢都有幫過手嘅，即係好多嗰啲一啲申請一啲社會服務啊，或者幫佢啲做好多嘢，呢個係事實。咁但係佢嘅層面咧就不止去到話一種好高階嘅領導人嗰類嘅。咁好啦，到後嚟啦，佢開始招攬一啲有啲所謂嘅大專學歷學歷比較好啲嘅人啦。譬如話呢個陳克強咁樣啦，但係你發覺呢個人咧就佢學歷就有啦，中大畢業，但係你都發覺佢講嘢就唔係好掂嘅。呢個人就即係冇乜講嘢就冇乜好一種政治人物嗰種風範都係冇嘅。咁好啦，咁另外一個咧就李慧瓊啊。李慧瓊咧就都好耐啦，佢哋一直都重點陪嘅，但係亦都係啦，呢個人出嚟講嘢，佢比較靜態啲嘅，亦都冇辦法出嚟講嘢，就有少少一鳴驚人嗰種，有一種領導人嘅魅力，佢冇辦法展現出嚟嘅。呢種就係佢哋初期揾翻嚟，後應該講第二階段揾翻嚟有學歷嘅人，去做佢哋建制派嘅。好啦，咁再落去啦，嗱，我哋講一個比較爭議性，好似周浩鼎呢一個啦，周浩鼎呢一個咧。佢就喺香港大學畢業啦，佢英文亦都好好。咁2019年嗰時個學運發生咗之後啦，佢亦都代表咗建制派同嗰個 BBC 上陣英文直接對決嚇，喺度解釋話香港咁黃絲喺度搞事我哋係進步係啱嘅咁。咁佢都上得到國際嘅呢個舞台大場面啊咁樣。咁但係好可惜咧，佢一咁樣走完之後咧，就變咗一個極端化嘅形象，即係佢就係一個完全嘅藍絲啦。咁呢個人完全係已經冇辦法獲得香港嘅嗰種藍黃都有共識認同嘅一個代表人物啦。咁佢就即係企咗喺好藍嗰邊嘅政協，好似何君堯呢一類型嘅人咁樣。佢為咗要保護建制派，咁佢就建立咗咁嘅形象。而呢啲作為都翻唔到轉頭嘅冇辦法再企翻過嚟黃嘅呢一邊。咁我哋講翻就係話點解大陸亦都要顧及到黃嘅咧？因為香港對於佢嚟計咧，始終都有一個中轉站角色嘅一個功能喺度啊。當然冇辦法可以好似以前咁國際化都市啦，但係佢如果能夠保持翻一個國際嘅一個中轉站，譬如話不管係貿易或者係賺錢也好啦，對於佢都係有着數嘅咁所以咧，佢希望咧就係話能夠培養出一個咧藍黃藍都可以接受到嘅政治人物，然後咧就等個社會咧就比較即係和睦少少咁樣。於是乎，我相信佢哋就諗到一種叫做政治素人嘅一種概念，就揾一個條件好好嘅社會都能夠接受嘅，原本好似冇黨派嘅出嚟咧，就大家都接受我哋嘅社會就比較平和少少啦。其實呢個概念有啲咪似當年嘅台北嗰個柯文哲選市長咯，就超越呢個藍綠就贏咗出嚟咁樣。咁啊到咗而家下場就係咁啦。呢個就另作別論。但係我相信其實好多國家都一都係咁樣做噶啦。無論你係民主國家又好，或者好似而家中國呢一種一黨專政嘅咁樣也好，咁其實佢哋都會諗到政治素人會係一個方式令到個社會咧可以融合少少，又或者對於呢個專制嘅國家嚟計啦，就可以呢個人可以融合翻社會少少對於民主國家嚟計啦，選舉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兩邊通吃咁攞足選票咁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概念就係咁做啦，但係揾翻嚟嗰條友咧就的確好難嘅。你望得到呢個姓江㗎啦，佢個人嘅條件嚟計
真係人生勝利組嘅，由史丹福大學英文又好流利，佢直情係一種外國人嘅口音添，出得到國際場面嘅。咁啊攞埋奧運冠軍啊，真係仲想點啊？家境又唔錯，但係問題就係你見到佢咧企出嚟講嘢嘅時候，真係好幼稚，有陣時覺得。只不過咧，香港啲報紙當然而家就唔會對佢取笑太多啦，因為呢個係香港嘅政府係應該講就係北京建制派又或者中聯辦也好啦，所希望盡重點培養嘅一個人物，希望透過呢一類嘅人咧，將香港嘅社會咧嘅嗰種分裂咧就可以撫平翻咁樣。咁但係呢個如意算盤咧，真係打得都好難去響嘅，因為呢一種人實在太難揾啦。嗱，我哋睇翻以前嚟計啦，即係2019年之前未破裂之前嘅。你話以前嚟計，我哋睇翻兩面嘅人，譬如話你話建制派嗰度有一個叫做曾鈺成嘅個人，咁佢呢個人啊，佢係建制派，但係佢講嘢已經係最唔建制派，比較喺黃絲眼中聽起嚟講嘢比較順意少少嘅啦。但係佢又好容易會落入就係話唔夠藍咧，俾藍嗰啲人咧就話佢就係出賣佢哋嘅。同樣嘅道理喺呢一啲黃絲黃嘅嗰邊裏面有一啲譬如話李柱銘嗰類啊，或者以前嘅司徒華咁嗰啲，又會覺得佢佢梗係同呢個密室談判啊，唔夠黃啊，咁樣又好難搞啊，冇辦法有一個中間人嘅出現嘅。咁而所以今日咧，我哋相信咧就係呢個北京啊或者中聯辦呢啲都好啦，佢哋希望就揾一個真係可以咧超越咗呢個藍黃之間一個中間呢啲人去代表咗佢哋。不過咧，我哋可以好咁判斷就係呢一個姓江嘅小姐咧，呢位江小姐咧，佢好難而擔此重任，因為你藍綠之間個裂痕係好深啊！呢個第一，第二就係話佢自己個人嚟嘅，的確係冇呢個歷練咧，去成為呢一種咁樣立黃藍撫平黃藍呢個裂痕嘅一個中間人，因為佢出嚟講嘢實在唔係好吸引，真係唔吸引。佢比起呢啲咁嘅李慧瓊或者陳克強呢一類型嘅，更加乏味啊！講嘢講起嚟聽起嚟嗰種感覺，所以佢其實到最後就佢會繼續做嘅，因為捧得到出嚟，唔通而家趕走佢咩？或者繼續做多一兩屆之後咁啊自動飛歐咗咁樣咯。如果佢繼續唔成熟嘅，繼續講嘢都係咁嘅款嘅話，冇乜政治嗰種嘅智慧啊，嗰種嘅講嘢嗰種嘅用嘅語言嘅魅力啊咁樣，咁就都係唔會係擔任呢個角色係唔會做得成功嘅咯。好，今日我哋就講到呢度先，下次見。